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9月2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3章19节到26节，耶利米书52章第1节到11节，启示录第2章第8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起初甲结尾。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有一个起点，也嘛有一个终点。不过每一个人的起点、终点，或者是讲生命的长度，拢无共款。咱讲人生，人的生命是代代相传，因为人的生命总有一天会结束，因为有限。咱对过去的人物，只有会当透过留落来的历史资料，或者是像早期的用嘴来相传的这种的历史方式。对伫将来，咱的生命结束了后，却完全无有任何掌握的力。可能上有价值的，就是留一寡互后代纪念的事，但是佫会当有偌久呢？对人来讲，这是非常的悲情的一个情形，但却嘛是一个事实。毕竟人是有限的，只有上帝是过去、现在以及将来永远存在的上帝。启示录的经文甲咱讲，你着爱写批互士每拿教会的天使讲，迄个开始甲终结死搁活的安尼讲，所以约翰所领受的启示是对伫迄位起初甲终末的上帝，伊将所领受的信息来传互末后才的教会。伫今仔日的经文特别提到着这个士每拿教会。亲像先知的预言一般，上帝透过约翰赏赐予士每拿教会的预言甲提醒。圣经讲：我知恁的患难甲丧凶，但是实际上你是富足的。我知你受到遐个自称做犹太人的人来诽谤。其实因并毋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迄党的。毋免惊你将来会拄着的苦难，看啊，魔鬼要考验恁，将恁中间一寡人ฮ็入去伫监狱内底，恁要受着10天的苦难，恁要忠心到死。我就赏赐予恁生命的冠冕。11节讲，圣神逐教会所讲的，有耳通听就听吧。相款的，咱看见约翰的角色就亲像末代教会的先知，传讲了上帝的预言。伫启示录的时期，面对罗马政府政治的压迫，佮爱面对遐个自称是犹太人的人迄种的压迫，当初时的教会的压力是非常大的，甚至圣经甲咱讲，迄阵自称做犹太人的人，并毋是真正犹太人。
圣经讲因是撒旦的共党的，为什么呢？这毋是咧甲因抹臭名，乃是耶稣基督的意思。咱知影伫福音书，当彼得用家己的意思要来超越过上帝意思的时阵，耶稣受到伊的阻止的时，就甲伊讲：撒旦，退我后面去。圣经进一步解说，违背上帝旨意的，就是出伫撒旦。启示录所讲的，就是安尼的基础。所以当初时的犹太人，就是撒旦共党的，毋是上帝的选民犹太人。违背上帝的旨意，毋是启示录时代的犹太人的问题尔定，嘛是上帝选民犹太人的问题。旧约时代犹太人，因嘛是安尼，因心内真硬，违背上帝的旨意。耶利米书52章第1节到11节安尼讲：西底家王做了上主看做邪恶的事，亲像约雅敬所做的相款。上主对耶路撒冷甲犹大人民来发受气，对家己民情将因来捆捉出去。因为西底家王的背叛，使得以色列人陷入伫这个恐慌甲困难的中间。巴比伦就成做犹太人的恶梦。耶利米书安尼讲：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因为尼布甲尼撒带领全军来攻打耶路撒冷。迄个时阵是西底家在位第9年的10月初10，因伫城外扎营，设着城墙来起造这个堡垒攻击，一直围困到伫西底家在位的第11年。迄年的4月初9，城内底饥荒非常严重。人民无有米粮通食，城墙去互攻破。虽然巴比伦军队还阁包围着城，全部的守军拢伫迄一暝来走出去。因当咧瓦郡王宫花园迄条路来逃走，穿过2道城墙中间的门，往约旦国迄边来逃走。但是巴比伦军队追赶西底家王，伫耶利哥附近的平原入着伊，伊的军队拢离开伊四散，因将伊掠起来，将伊带到伫尼布甲尼撒王遐。迄时尼布甲尼撒王伫哈马境内的利比拉。就是伫遐来审判西底家，伫利比拉当着西底家的眼前，巴比伦王杀西底家所有的囝，也杀犹大所有的首领。接续，巴比伦王将西底家的2个目睭挖出来，用铜链甲伊锁掉的，将伊带到巴比伦。关伫监狱内底，直到伊死去迄一天。以色列人掠做违背上帝无要紧，好若亲像上帝已经无伫因中间。因的歹就连政治上西底家王以及以色列人也是安尼，亲像树尾仔顶悬的草，无忠心。因袂记即上帝是迄个起初的上帝，
以及是末后的上帝。上帝将来未捌离开过。基督徒爱记得假时，毋通互家己袂记得上帝是咱永远的倚靠。如果咱知上帝是起初也是末后的上帝，就得应该全心全意来倚靠伊、跟对伊，行伫伊的真道顶悬。因为咱只有顺服、跟对，并且得爱坚定来倚靠伊，才会通得救。亲像彼得所讲的，这个世界无有想事任何的拯救，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所想事永远的救恩。耶利米哀歌第3章第19节到26节。想起我的痛苦甲流浪，实在是真苦的毒药。我不断思想这的事，我的心灵忧闷难言。但是当我想起另外一件事，希望又搁重新来倒起。上主的慈爱永远袂断绝。伊的怜悯永远袂煞，亲像早起时的清新，亲像日头对东边升起来遐尼的确实。上主是我所有的一切，我将望寄托伫伊，找求伊，信靠伊的人，上主施恩互因，因为阮应该仰望伊。耐心听候伊的救恩。阿乐感谢主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的上帝，永远的拯救，阮感谢你。过去你保守阮，现在你看顾阮，将来你想事应阮。感谢基督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